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5亚太兰花会议甲台湾国际兰展，3月8号将伫后壁区的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举行，延期到3月23号。台南市政府上午召开活动宣传记者会，包括农业部农粮署、外贸协会甲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拢共同参与。希望会当吸引超过35万人次的参观人潮。今年已经迈入第21档的台湾国际兰展，唔但是世界级兰花界的盛会，同时嘛是世界3大兰展之一。这届更加结合加了20档，再次客会亚太兰花会议的主办权，市长希望更加侪人会用共同来参与。因为去年结合台南400兰展，就吸引30万人次到场参观。希望今年会用突破35万人次。这是一场兰花界的盛会。本来台湾国际兰展就已经是世界3大兰展之一了，这次更结合了亚洲兰花会议，这也是睽违了许多年，我们台南市没有主办这个亚洲兰花会议之后再一次的接办，这真的是非常开心。去年我们2024年台南400年，总共台湾国际兰展总会迎来30万的这个参观的人潮，今年希望能够突破35万，也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参与。从3月8号到3月23号，这2个多礼拜的时间，等着大家来迎接最璀璨、最美丽，而且最科技的兰花盛会。申办单位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文颖表示，
因为台湾国际蓝展已经办了20档，今年的主题是后一个20档，加上永续发展、家己环保意识的提高。现场4大主题区将带领民众来探索自然甲建筑，透过蓝花结合时尚、工艺的科技，甲着沉浸式的体验，探索艺术甲生态的结合。我们期待了20年之后的下一个20年，就是我们的亚太蓝展。20年前，我们曾在这块土地上办理过台湾第1次的亚太蓝展。那等待了20年，我们今天又迎接来了第2次的亚太蓝展，即台湾国际蓝展，在兰华科学园区来办理。这个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兰华盛宴。那今年的策展，我们以 Next 20，下一个20年，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成绩，将这个产业带到最高的一个高峰。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包括农业部、农粮署、外贸协会以及这位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现场嘛有人气的女团、紫月光的舞蹈表演。因为内面有团员本身是台南人，因此嘛为台湾国际蓝展来徛台，为将要来到的台湾国际蓝展注入了青春甲活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第一波春雨方面来到，连带引进河水，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数预估，这波春雨将为三文水库带来330万吨的水。另外嘛，提醒民众强降雨容易造成土石松动，若是进入水库的区域，要特别注意土石崩落的状况，确保安全。春雨来啊，受到风面影响，部分县市发出大雨警报。詹文水库上游嘛有明显的水汽。南水分署表示，目前詹文甲乌山头水库合计储水率是82%，阿公店水库是73%，牡丹水库是80%，持续发挥迟滞防风的效果，减少下游水路溢淹的风险，同时也兼顾防洪甲储水两大目标。昨天曾文水库集水区降下39.1 mm 的降雨。大概预估会对我们水库有330万的进账。那目前水库其实蓄水量高达90%左右，是非常的足够。但是这边还是提醒大家能够节约用水，特别是最近因为大埔地区的地震比较多，那山区的土石比较松软，所以各位如果到曾文水库来游玩，请注意落石的状况，要注意安全。另外，由于近期地动频繁。山内底土石松动，若是拄到强降雨，民众进入水库周边，嘛要特别注意帮路情形，一切安全。南水分署建议民众善用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防灾资讯服务网，加一份准备，就减一份损失。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2025落瓦群戏湾活动3月15号到16号2天，将伫群新戏球湾园里闹热登场。结合文化体验、产业探索、甲美食飨宴，一概算遍3大区域，感受在地风情。市长黄伟炽上午伫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其中超值的特色风味餐，含量只有100道，民众要食就要趁早。每年轮流伫南区、群新、喜洲甲园里轮流举办的落瓦群戏湾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6档。活动唔定延续过去传统的文化，更加融入多元的元素，透过形象的包装，甲着创意的优点，带领民众探索3大区域的乡土甲民情。市长黄伟炽伫区长肖秀华，甲着万年店的主委，以及这位民意代表、里长的陪同，共同宣布活动正式起跑。已经有16年历史的昆喜湾文史活动哈，那欢迎大家来参加2025年台南昆喜湾活动。那这个是从3月15号、16号2天，在我们万年店广场来举办。往年每年举办的时候都是盛况空前，都是人山人海。今年一定要请早，而且我们突然发现今年参展的单位很多，而且里面的内容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踏实，尤其有我们的风味餐。那风味餐，我们的湾里大庙万年店又补助了每桌1200，
所以呢，只要3800限量100桌就可以享受到非常非常好吃的风味餐，欢迎大家一定要抢先哦，秒杀哦，要来要快哦。现场除了有离园小朋友的舞蹈表演，另外嘛有各社区的传统美食，甲日文创商品的展示，以及澎湃的板凳料理。今年的特色风味餐，结合了万年灯每年的王朝大典，庙方嘛特别赞助，完成一道5000块的风味餐，优惠民众只要3800块，限量只有100道。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到万年灯，或者是南区公所来下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主阳基金会所举办的身心障碍乐乐棒球比赛已经连续第9档，参与的台南市社会福利团体特档增加。今年总共有15支队伍要来车拼。虽然讲是车拼，不过活动主要是希望所有弟兄拢会当快乐无障碍运动，享受讲棒球的趣味。所有参与乐乐棒球比赛弟兄，随着英雄应援曲的进场，做伙为选手加油。日头早气氛就相当的热烈。今年台南市参与比赛的社会福利团体已经来到15队，每一档增加场面相当盛大。在开幕仪式当中，嘛透过日前为活动设计徽章的所有入选者，由社会局长一一来颁奖鼓励，肯定因画出生命的色彩，留下珍贵的回忆。这场由主阳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所举办的比赛，已经来到第9档，5号伫天公伯亚所赏赐的好天来开球登场。借由这一件事，让这一些小朋友了解运动以后，他对他整个人的身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当然也唤醒我们社会大众更多人一起来重视我们这一些身心障碍，希望他有更好的一个环境，更好的一些活动举办，让这些身障一样享有所有其他该享有的这些相关的福利。每一个人都有24个小时来安排自己。替自己做什么？替自己和自己所心爱的人做些什么？以及让自己要有成就感，要自己慢慢的努力，一步一步累积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在我们所有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天使，他们都能够找到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感觉，因为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虽然规则简单、器材安全，人人拢会当参与乐乐棒球，嘛看到所有弟兄欢喜运动、快乐出棒，人人拢是上界鼓吹的天才。乐乐棒球虽然简单，不过对着身心障碍者来讲，愿意参加，不管成绩如何，就已经是一种荣誉。重要是互因爱运动、享受运动的趣味。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佛卡萨紫米马戏乐行3月28号将伫水高社登场，结合马戏艺术甲紫米绘本，打造精彩沉浸式马戏世界。台南市政府举行第1波的宣传，市长黄伟哲以着园长的身份，宣布门票正式开卖以外，佮大价儿童节有限定的优惠。精彩的马戏表演，甲小朋友看甲笑嗨嗨。佛卡萨马戏团成立第15档，这回邀请云门舞集和绘本作家吉米合作推出台湾第1次马戏定目剧。这一次带给小朋友的欢乐，同时带给大家整个的体感，是一整天的活动，比较不是像以往我们在剧场里面看表演，哇，就是演出前半个小时排队入场。这一次是在演出前，大家可以来玩好几个小时。
接着走进去看完演出，快快乐乐走出来。今年特别提出打造七站楼馆的美戏布棚，提供震撼的观赏体验。外口也搁安排街头艺人以及美戏团成员的户外表演。活动时间对3月28开始到4月27，长达1个月时间。市长柯伟泰特别指着红片仔出席记者会来宣传。对于许许多多的好朋友，这可能是他们一生可能第一次看马戏，那绝对值得一看再看。欢迎大家3月28日到4月份26日，整整1个月的时间，都能够来台南水交社来看看。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市民优惠的价格啊，我们在4月连假的时候有提出，市长也非常的贴心啊，那我们让市民有比较优惠的价格，可以来买到我们入园的一个票价哈，入园的一个门票。4月份儿童节连假期间，经他给推出限定票价以及市民专属优惠。市府希望市民踊跃支持这场独一无二的美戏艺术盛会。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台南有真侪古迹甲美食，其中海岸路会当讲是餐酒馆的一级战区，竞争相当的激烈。当中就有一间中式风格餐酒馆，稳重伫个充满历史风华的巷仔内，提供客制化调酒甲烧烤。对着镜头，带您来看卖。巷弄内3层楼的老屋门口挂着大大的红灯笼。环境散发浓浓的中式复古风情，穿上古装，让人有1秒穿越的感觉。它每一层跟每一个包厢里面的空间气氛都不一样，也很适合跟朋友一起来聚这样子。这间是中式餐酒馆，光是串烧种类就有100种。鸡肉串先放油锅炸，马上捞起来放到蒸烤箱内，再刷上灵魂酱汁。美味的烧烤就可以上桌。我觉得它的鸡味道很香，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吃素，那它的蔬菜的我觉得很好吃，那鱼也蛮好吃的。刚刚有吃鱼，觉得它鱼很嫩。业者贴心推出拼盘，彻底解决选择障碍，有四季豆、鸡翅、鸡心，还有甜不辣，相当丰盛。除了佳肴，还要配美酒。这杯硕果累累，用蝎子造型装的酒，视觉上就引人注目。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意指，就是有点类似像我们这里讲的。江湖夜雨10串烧，桃李春风1杯酒。我们搭配了一些比较中式的串烧，然后再搭配我们里面的装潢，这样子比较中国复古风这样。走出自己的风格，节日时还会推出活动，扩大吸引顾客上门。此外，更跳脱常见的西式外汇，推出中式串烧餐车，提供20种以上的肉品、海鲜、蔬菜等等。服务范围遍及中南部。我们的客群大概会是像是一些社团活动，或者是像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像是这种单车节啊，或者是市集啊，或者是说一些公庙的新民生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还有公司行号他们的员工聚餐。平时聚会总是忙着收拾采买，瞄准需求，满足顾客动口不动手。一车包办食材，还有机会看到调酒秀，让气氛嗨到最高点。记者苏怀腾的报道。人口已经突破20万的安南区，有真侪美食。伫安中商圈一间由少年的翁仔某做伙创业的餐厅，营造出乡村天恒的风格。因的餐点嘛真有特色，除了加入汉风的养生概念，更专门为长辈设计餐点。适合各年龄层甚至3代同堂做伙去享用。来到安南区最热闹的商圈，远望这间拥有法式庭园风格的餐厅，就令人心旷神怡。走进屋内，搭配乡村复古风，更是一股放松的氛围。在地经营10年的餐厅，在因缘际会下，由林义成、郭立安这对夫妻接手，也就是第4代中药商和主厨的结合，运用在简餐，像这道药膳麻辣火锅，就是强调汉方中药材入菜的养生概念。
加上12两的鲈鱼整尾直接上桌，感受诚意十足，也让区长亲自推荐。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养生，所以说呢，把我中药的专长跟我太太的餐饮的专业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在我的顾客朋友享受美食的之余，还可以兼顾到说他们的健康。我们时常会去看到它的食材里面会充分的运用相关的中药哈。那我们在享用当中呢，就可以同时让我们的相关的身体能够获得相关的调理整个景观看出去就如同置身在一个农庄的感觉，那可以令人心旷神怡，相当悠闲的用餐。区长特别推荐，那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享用。另外，餐厅顺应高龄化，希望长辈外出用餐可以有容易咀嚼吞咽的料理，所以他们也配合卫生局朝向银发友善餐厅来设计餐点，相当贴心，适合银发族的口味的所以加适合全家人来吃啦，带长辈过来吃啦，其实很好吃菜色好食啦，我食会下啦。哎呦，等到这我拢嚼了。是我们就是跟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有合作，然后推出这个银发餐，就是就是用牙龈就可以很好的咀嚼，就可以吃，然后不用怕会噎到还是咬不动。对，那小朋友也可以吃这样子。夫妻3年前接手经营后，虽然遭逢疫情，餐厅禁止内用，不过现在已经苦尽甘来。特别看他们用大女儿所画的 Smile 来当做餐厅的 logo， 就令人感受温馨幸福的用餐体验。我希望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在接待每位顾客的时候，就是说用一个微笑的心情，然后让客人来这边享用餐点的美味的之余，然后可以带一个愉悦的心情离开。年轻夫妻共同创业，还得兼顾幼儿，虽然辛苦，不过推陈出新的菜色和营造的幸福感，加上不断累积的好评价，正一步一步到吃甘蔗。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研究发现，寿山国家公园内面的米狗的数量比10年前减少200只至600只。因为人饲物件会直接影响米狗的数量，所以登山客建议，伫个入口处应该有更加明确的禁止饲米狗的说明，也有宣导。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委托屏科大进行112年至113年寿山国家公园台湾猕猴族群的监测研究，发现族群数量已经减少至800至1000只之间，较10年前是减少了200至600只左右。资管处推估是因长期推广禁止喂食达到成效。可以看得到猕猴的数量有逐步的在减少。那推测我们这边减少的量是因为猕猴的出生率其实有下降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进食的部分有达到一定的成效，让猕猴的数量能够自然而然的往下降。由于寿山猕猴族群数量仍算密集，数量减少，部分民众感受并不明显，长期的登山客才比较有体会。没有变少了，没有感觉，对不对？对，没有感觉，没有那么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是有感觉到的。有。我来的时候就觉得有比较少。对。以前是常常是它会怎么样子出现？就是成群就是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一群一群这样。对。然后现在呢？你今天去爬？现在就是比较少踩到大便了。秋冬季寿山上山林野果数量减少，被喂食过的猕猴就会转而向民众抢食，或下山侵入民宅，造成民众困扰。登山客建议在各登山入口处应该有更详细禁止喂食的说明。因为每届的初15啦拜拜，迄落拢有一寡禁果，拢放伫桌顶，狗吼拢因为咱的门拢开掉咧嘛，所以狗拢会入去甲遮迄落禁果甲伊算断，也是有摆一寡遮的物件。你即摆你甲赶伊的迄落呢，伊会甲你生气呢。因为伊嘛是会，我面相错歹看，甲你好像甚至甲你硬个安尼，互你感觉讲你要甲赶，伊嘛是
无好气氛呢，咱的相关单位吼，是不是会当我来做一个减少的部分安尼？正常应该登山口附近就要针对那种不常来登山的登山客做适当的宣导活动。你不要只是说一个简单的布条挂一下，说禁止喂食，这样没什么用啊。而且某几个据点，像那个盘龙，像几个比较大的据点，那个猕猴抢食的情况特别严重，那个地方还要再加强宣导。由于母猕猴是在秋冬季哺乳，若民众喂食会缩短母猕猴的哺乳期，让母猕猴马上进入发情期，增加族群数量。自管处劝导民众不要喂食猕猴，让人类与大自然和平共处。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谢生和的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马想啊，不进户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终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
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一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